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3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撒母耳上卷15章22节到31节，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伫光明的中间。昨咱有讲到基督的身体。诚做基督徒，诚做上帝的军队者，受膏抹的君王，当然就必须爱来对上帝，甲基督的标准共款啦吼。因为身躯所有的动作，应该是迄个反映头的指示。若无，就变做咱即摆咧讲的迄个感觉的统合失调的即种人，需要被医治。这个身躯就破病啦吼。活伫光明的中间，就是咱咧讲迄个骹手拢爱缀头的指示共款啦，会通见伫光有好的见证。基督徒是世界的光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光，是世界的光芒。所以军队伊的人嘛，应该爱活伫迄个光的下面，嘛爱来成做世界的光。基督徒毋通来得罪上帝，更较毋通来违背上帝的旨意甲命令。昨咱有提到这个以色列王扫罗的问题，伊到底有得罪上帝啊无？还是讲伊是安怎来得罪上帝？这是咱有的人会去问的问题啦吼。撒母耳安尼讲啦吼，伫撒母耳上卷的经文，撒母耳讲。上主所介意的是啥物货？顺趁伊呢，还是伊来献烧化祭的祭物呢？顺趁甲祭物比这个祭物更较好。听命令赢过献上好的羊，背叛上帝，甲行巫术的共款歹。傲慢的，甲拜偶像的共款有罪，因为你背弃上帝的命令，伊厌恶你，无爱你做王。这是撒母耳这个扫罗王所讲的，所以伊讲伫迄个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好若亲像这个行巫术的共款，是一个骄傲傲慢的人。伫上帝面头前，这拢是有罪。因为违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无活伫迄个光的下面，是离开上帝的光。伫经文内底，咱看到扫罗王好若亲像悔改认罪啊，但是却毋是真心的，因为伊讲：是啦，我犯罪啊。我违背上帝的命令，甲你的指示。当我惊人民啊，所以我照因的所要爱去做啊。现在我恳求你赦免我的罪，甲我做伙转去结局，我通好敬拜上帝。咱看见扫罗，伊犹原想要将责任撒予人民。因为伊讲伊惊人民，所以才会得罪上帝。但是这真正真奇怪啦吼！一个上帝所膏抹的君王，竟然惊人民，毋惊上帝。上帝军队才应该爱将目光放伫上帝，毋是来惊人民。应该爱遵守上帝的旨意，毋是顺人民所旨意的。
咱要安怎展现咱家己是活伫光明下骹？咱拄则提过，就是爱活出一个会通见光的行为啦，互咱的生活会通伫迄个光明的下骹。基督徒必须爱活伫迄个光明的下骹，这是必须爱有的信仰生活。亲像保罗写互以弗所教会的批信嘛，安尼讲：既然恁是上帝所疼的儿女，恁就必须爱效法伊。恁的生活着爱处处表现疼心，亲像基督疼咱，为着咱放杀性命，做芳的供物甲祭品来献互上帝。伫到遐会行淫乱的、污秽、贪婪的事，伫恁的中间连摕都毋通摕，因为恁是上帝的子民，恁毋通讲淫乱、愚妄、下流的话，着爱讲感谢上帝的话，袂当怀疑淫乱、污秽、贪婪的人，等伊亲像咧拜偶像，绝对袂当成做基督甲上帝国度的子民。毋通用互任何人用这个白白的话来欺骗恁，为着这会使上帝的受气要临到伫背极的人的身上，所以毋通对这的人甲这的人来往。基督徒伫生活顶悬爱努力来效法基督，伫生活上爱去展现基督的疼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安尼疼咱，也因为安尼生活标准，咱必须爱离开遐的世俗、欲望以及行为。安尼生活是无法度成做基督甲上帝国的子民。袂话成做基督的身躯。保罗甲这个以弗所教会基督徒的款面讲了真清楚，伊讲：恁原来是伫黑暗的中间，可是自从成做主的信徒，恁就伫迄个光明的中间。恁的生活必须爱亲像光明的人。光明所结出一切丰盛的果子，就是良善、正义甲真理。所以今仔日咱成做基督徒的人，就应该爱努力去成做光明的囝，活出美好的见证。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半项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埔，带我到清净的水边。伊互我心的快乐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的棍，你的拐，互我安稳自在。伫我的对敌的面前，你为着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款待我做贵宾，听我的杯到满出来。你的恩典之爱，一定一世人甲我作伴。我要永远住伫上帝你的厝，恳求主来帮助阮，会通活出见证，活出基督的形象，也互阮会通活伫光明的下面，来离开遐黑暗的行为思想。愿咱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